今仔早起，内政委员会审查纪念日假实施条例草案，在野立委是提案讲望恢复劳工7天假。也毋过，内政部长刘世峰是表示讲，伫顶会期的公听会，专家学者甲立委并无共识，这应该爱阁好好讨论。台湾去年劳工年总工时达到2000块30点钟，伫亚洲今日排伫新加坡的后边，正做劳团眼中的过劳之都。国民党立委力推刑假互民众恢复劳工7日假，成为这个会期优先的法案。内政委员会拜起早起排审纪念日甲实施条例草案，总共即嘛有26个立委提案，上少增加1日，上多是9日。台湾人的工时太长。第二个，行宪纪念日绝对有必要恢复。纪念日及节日实施办法缺乏法律保障，导致放假标准不一致。国民党立委陈玉珍提出8至3纪念日放假，提醒台湾人是伫战争甲和平的关键时刻。无党籍立委高金素梅是提案增加关注民族日，不过内政部指出，全年放假日佮加上1礼拜休2天，一年会有115到116日放假，已经是国家共识。部长刘世峰也表态，所看起来产品伤过大，无希望凊彩立法。如果没有很大共识仓促入法的话，恐怕会造成比较多的疑虑。就这个意义价值得到共识之后，那我们再去处理要怎么来纪念或放假，放假只是形式之一而已。刘世峰强调，7日假毋是一个真正议题，顶届会期公听会无共识，而且牵涉劳动关系改善。国内目前除了劳动节、军人节甲原住民岁时节仪等特定身份以外，其他全国纪念日甲节日放假已经是拢差不多同款。近期经自社会共识了后，搁再规划。公视新闻采访报道。